渔光岛艺术季重绘地海之岛的主题呢，是因为在想象 remapping 这件事情。那 remapping 的 map 其实就是一个地图的概念，但地图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大家熟悉使用的 Google 地图这件事情，它还包括了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去认知一个地方。就比如说我们在想象渔光岛的时候，如果老一辈的台南人或是老一辈的可能会说三鲲生。他不一定会说渔光岛，因为三鲲生是他记忆里面的名字，或是你可能会说是以前的秋茂园那边，秋茂园可能是你对渔光岛的认识，小时候全家一起来玩的那个回忆。那也有可能你认识渔光岛的时候，它已经是渔光岛了。所以我们就在想象，以不同的角度收集了外在的环境，还有我们内在对渔光岛的想象，那创造出这次邀请6位艺术家来带给我们的作品。艺术其实是无所不在的，然后整个渔光岛的本身其实就是艺术的一部分。那希望可以透过作品的点缀，然后去强化这个岛屿的这个本质跟岛屿的特性。我觉得这块土地有一个温暖的感觉，温暖我觉得疗愈是最重要的。就是人家说没有什么是睡一觉不能解决的，但是我觉得渔光岛是没有什么是你看海不能解决的事情，所有事情你只要来到渔光岛上面都会烟消云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小朋友每年都会期待，他们每一次都会期待说，我的作品会出现在渔光岛上面。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算是蛮难能可贵的，而且你会看到那个画面是他带着自己的爸妈，然后很骄傲的跟爸妈讲说，这就是我的作品。那我觉得这是我们对于地方上面的连接，地方上面就是更深上面在艺术上面的介入跟强化这样子。因为慢慢的把渔光岛的知名度打响了，包括有一些在地的人，他可以做一些民宿的业，可以经营民宿，然后还有一些店家可以卖吃的，所以带动了一些少许的部分的住家可以有经济的效能，不然有一些年轻人都外移了，年轻人就会愿意回来这边来做一些生意，可以有赚钱的机会这样子。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我们很多台南市民朋友们已经把渔光岛当做一个非常让人家可以最亲近的一个海滩的了，就离市中心区那么近。随着庶民的生活以及我们艺术家的视野，有不同的诠释。今年的渔光岛艺术节，在各位老师的诠释之下，有非常非常让人惊艳的一面，也可以让一般民众看到每次的渔光岛艺术节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那祝福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艺术节能够开启台湾艺术的新的一面。欢迎收看4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为了促进台湾日本交流，马炳城市外交市长委托率领市府团队在台南仙台包基地行前后东家拜访东家都知识小池百合子，希望延续过去友好的基础，继续加深双方交流。会长嘛邀请因参加台南所举办的台湾电会。台南雾霾世界出名，现在知名的连锁回转寿司嘛，选用台南的旺来推出焦糖旺来新餐点上市。市长委托11号嘛，甲该公司共同宣布，对今仔开始，在全台湾153间门市，拢会当食到来自台南的好滋味。将切好的旺来摆到盘顶面，加上一寡砂糖，搁用料理喷枪点火。慢慢出现焦糖的香味，这道焦糖凤梨就完成啊！真鲜回转寿司特别选用台南的旺来，透过炙烧和焦糖的甜甲旺来的甜互相搭配，创造出全新的产品焦糖旺来。这道餐点目前伫全国真鲜153个门市拢有当品尝到。争鲜回转寿司一起来那个共同揭幕我们最强的凤梨的一个新的回转寿司产品。那第一个这个产品叫焦糖凤梨，因为我们以前吃过焦糖布丁或焦糖其他的产品，但是因为凤梨很甜，加上焦糖的甜，那就是甜上加甜。
正好是全唐城市的一个表征。我们很谢谢争鲜寿司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构思跟产品，我相信我们也一定不会让争鲜寿司以及广大的消费者失望。争鲜所选用往来拢是台南出产的好物产，不但甜美好食，而且还有产销履历，安全有保障。争鲜行销公关周林君特别推荐给消费者吃甲欢喜又安心。再重黄的就是凤梨，它其实非常的鲜甜，然后多汁，而且它这次具有产销履历，让消费者也可以吃得很安心。那希望说这次我们的焦糖凤梨推出呢，能带给大家在味蕾上更颠覆的不同。4月份进入台南往来产季，黄伟泰也感谢争鲜回转寿司特别选用台南往来推出焦糖凤梨的新品，不只会让帮助到农民行销，也彰显出台南往来优质竞争力。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立前因发生宠物旅馆有动物被加死等争议，所以议员李宗麟特别选定4月11号国际宠物日来开记者会。会中除了呼吁尊重生命、重视宠物的权益，嘛提醒一旦发生类似断院、甲老院休困等消费的纠纷，拢会当申请申诉调解。根据2022年统计，台湾新增加的宠物登记高达24万，对着宠物疼惜的亲像囡仔同款。所以，当议员李宗麟接到民众တင်情，发现动物病院伫单纯陪伴甲住院治疗当中有相关的争议，所以特别选定国际宠物日之天，邀集相关单位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重视动物的医疗权甲生命照护。明确规范来保障双方权益。世界宠物日，那我们之前服务处先前接到一个服务案件，是事主将这个他的宠物放在这个动物医院，但是晚上呢却过世了，但是跟动物医院寻求这个理由跟这个监视的影带，但是却没有得到好的回复，所以我们今天开了这个记者会，我们是希望这些动物医院，然后必须要让我们的民众好好的来厘清说住宿跟住院之间的差别。那住院当然是比较高层次、高等级的。我们希望这些毛小孩呢，进到动物医院之后呢，在医疗方面呢，因为他们是住院，那他们就必须要得到比较好的、妥善的照顾。那我们的民众也必须去询问自己让毛小孩进驻的这个单位到底是住院还是住宿。我们也希望相关的单位好好的定出规范，来厘清这些问题，避免往后的纠纷。岛内民众一旦面临相关的争议，透过消保官的平台来申诉甲调解，嘛是保障双方权益的必要手段。会建议可以向消保官提出申诉，那这边消保官这边会发函请业者提出说明，然后做妥善的处理。那同时也会付之给我们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农业局，请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查处是不是有违反相关法令的地方。那如果说业者没有在时间期限内妥善处理这个案件的话，那消费者可以进一步申请调解。那申请调解的话，就由消保官或者是调解委员来协调出一个良造可以接受的方案。国际宠物日，尊重生命，尊重生命，重视毛孩权益，重视毛孩权益。台南新闻顾文吉、林银庚采访报道。中嘉宽屏三公相助称，今年持续甲医疗院所合作办理媒体素养课程，这回甲安南病院展望新隔离甲社区长辈如何分别假消息，并透过游戏甲有奖的奖单，互长辈伫轻松的活动当中来趣味学习。现代资讯越来越发达，网络上的图文讯息是真是假，该如何分辨？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与安南医院合作，来到安定区新集里活动中心，教导社区长辈们媒体识读的相关知识。感谢中嘉宽屏到我们新集关怀据点来跟我们启动媒体辨识独立
让老人学习到什么是假消息。课程当中，讲师以许多网络新闻为例，引导社区长辈分辨真假，呼吁大家不要被媒体牵着鼻子走，更结合宾果小游戏和有奖征答，加深长辈对课程知识的印象。恁今仔日来讲，阮就学着常识讲，阮若你看电视，伊会报纸咧报，新电视新闻也咧报吼。咱莫讲当作是真诶，咱就爱搁看别台看卖啊，看这是真正新闻啊，假新闻安尼啊。就确定一个无，咱也去用便宜免啊。这课程吼，算遮老人了，真深入去了解，那真融入啦。因对诈骗遮即马渐渐有了解，因碰时因来遮上课，拢加减老师也有咧甲因讲，所以因对这诈骗可能拢较了解，较袂受诈骗集团的迄个比较骗啊。本次课程让安定区新集里的长辈们收获满满。中嘉宽屏三冠王双子星也将持续办理媒体识读课程，善尽媒体责任，打击假消息。记者杨顺怀台南报道。根据统计，在清明连假期间，台南去450万人次来旅游。不过，在网络传出一个人来台南耍2天1暝，总共开卖13000块，感慨开销真悬，引起讨论。所以，市府特别推出一人2天1暝旅游证件，借出4万块的奖金，希望让大家来小解省钱和好耍的行程。台南一直拢是国内外旅客上爱到访的旅游城市之一，为了让民众更加欢喜又省钱，市府观光旅游局特别举办"我挺你超值玩翻台南"游程证件，邀请个人朋友分享家己2天1暝一人的游程推荐，让游客会当开少少的钱，就会当伫台南耍甲变贵。前一阵子有人说，一个人来台南过了2天1夜，这个花了13000。那虽然感谢他来台南，不过对于他不懂得怎么玩，比较超值，我觉得是蛮遗憾的哈。所以说要教我们的网友，教我们的好朋友，教我们所有的台湾的好朋友，怎么样呢超值玩。而且如果能够提出这个最超值、最省钱，而且最好玩、CP 值最高的玩法，我们就送你13000。好，那希望说各位我们公开的征件，欢迎大家一起来，能够带给大家。其实台南的观光旅游已经很好，但是我们并不因此而自满，只是要告诉更多的好朋友，其实你的钱还是蛮宝贵的。如何1块钱当2块用，如何能够花少钱又能得到大享乐、大乐趣，那这是最重要的。所以欢迎大家来玩翻台南。我挺你超值玩翻台南游程证件计划，结合奖金猎人的网络平台。办理证件投票活动，收件时间为即马开始到5月10号。有兴趣参加旅游达人，只要以一个人上侪13000块为上限。规划结合台南市的景点、拍卡地标、美食、人文、节庆等主题，规划2天自由行流程，就会当参加证件。活动总奖金高达4万块，第一名还会当得到13000块的旅游基金。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甲中山节节因为真普遍，加上多数拢良性，所以大部分拢会下咧无处理，就会影响到外观，才会考虑开刀。对此，基美下中心近年来兴起的微创手术，不只会当缩小肿瘤，较袂留疤痕，而且手术过后嘛较袂发生甲中山机能不足。基美下中心内分泌新陈代谢科主治医师叶美辰表示。甲状腺结节是一种非常常见问题，但大多拢为良性，只有8%到15%是恶性，而且大多数甲状腺结节拢无症状，但有15%的结节会渐渐变大，后续造成美观上的问题，或者是压迫症状。若是想要移除结节，有传统手术以及微创射频消融手术，不过传统手术的疤痕较大，而且嘛需要专心麻醉。而微创射频消融手术的优点就是袂留疤痕，手术时嘛只需要局部麻醉就当进行。微创消融的手术的话，就是说我们通常都是我们没有办住院，我们就是门诊的手术就可以当天完成。那我们就是
帮病人在术前评估，先做超音波看他的甲状腺结节是多大，然后会做一个细针抽吸，确认说这个细胞是良性的，可能这个抽吸可能会做1到2次，然后如果确定它是良性的之后，那我们就是会做这个消融。那消融的话，就是我们会在局部打一个麻药。局部麻醉而已，然后病人全程都是清醒的。那麻醉之后，局部麻醉之后，我们就是把这个针用超音波导引的方式，把它做一个放到这个结节里面。那我们烧的部分就是只有烧这个结节里面的部分。那所以结束之后，这一根针拔出来，那它的针其实就是很细，所以这个伤口大概0.1、0.2公分而已。叶医师强调，甲状腺消融术做完了后，结节并未因此消失，但会当让结节慢慢缩小。后续可能嘛因为体质因素，是有可能搁再变大。如果那是结节较大，这是要处理第2届，也就是以上。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只要运动爬楼梯较容易喘，甚至出现胸坎杂质的人，都要特别小心，要量查检查。因为医生表示，透过心血管，若发现3条冠状动脉有2条明显较矮，就需要马上来治疗，也袂将造成冠心病，或是心包油等较严重的疾病。有知名病患到公园运动爬楼梯拢容易喘，甚至是出现胸闷症头，前往病院做检查，医师安排抽血甲运动心电图检查，经进一步接受心导管检查，发现3条冠状动脉当中，其中2条出现明显的狭窄。医师就讲，这是冠状动脉斑块的堆积，影响心脏血流供应，严重的时阵会造成心肌梗塞等疾病。血管会随着我们年纪慢慢增加那硬化的那些脂肪的斑块都会逐渐堆积。那堆积到一个程度之后就会产生比较严重血管的狭窄，那病人就会有在运动在活动的时候或搬重物的时候，都会有可能会有胸闷的现象。病患在血管内超音波的辅助之下，顺利完成冠状动脉支架防治术。医师指出，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拢会受到各种危险因素的威胁，包括着食薰、糖尿病、高血压以及高血脂等等，拢会对心血管系统造成负面的影响。心血管疾病一直是高居国内死亡率第2名那越来越多人会发现，他们其实本身带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那常见的症状大概就是胸闷、胸痛喘那或者是甚至是有些人是用下巴酸麻、肩膀酸麻来表现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或是病人有一些心血管风险的时候，我们就建议他要多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那要定时量血压，那如果有糖尿病的患者，就要好好的控制血糖，那要做严密的血糖的侦测，所以这些都是对这些病人来说很重要的。医师强调，有心脏、心血管疾病的人，除了手术治疗，更需要按时回门诊追踪用药，并且要改善生活习惯，适度运动，才会当有效控制疾病的发生。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根据国民健康署调查，20岁到64岁民众，每4个人都有一个患着代谢症候群。为了让民众了解并预防相关的疾病，基于下中心特别呼吁生活形态医学，也是透过改善饮食、配合运动等等来预防慢性病发生。基于医学中心进行医疗甲老年医学科的医师叶俊廷表示，慢性疾病是现在社会上大的健康挑战。你个人无好的生活习惯，嘛有可能会成为致病原因之一。随着饮食的西化、甲高热量、含糖冷饮的摄取，互代谢症候群的年龄层愈来愈下降。亲像一名32岁的男性，因为蜂窝性组织炎带院来接受治疗，同时还佫发现血糖偏悬。后来透过饮食甲运动的卫教，改变病人的生活形态，唔定2个月后减重16公斤，
而且糖化血色素嘛控制伫个正常的范围。我觉得主要还是来自于饮食啦哈，因为一开始其实有建议他要打胰岛素，但是他就是坚决拒绝哈。那我就说，那我们就是使用口服药，但是其实一开始我对口服药使用在他这么高的一个血糖，糖化血色素11.5这样的一个患者，其实我不是很有信心但是他就是非常认真的跟我说，他一定会改变他的生活形态。那我一开始使用的药物也没有很强那但是他就有每天的一个饮食的记录，加上量血糖那我有跟他说，我有一个 Line@ 的一个粉丝一个管理的一个程式那我跟他说，你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讨论，或者是你有饮食的情况，你也可以跟我讨论他其实经过2个月他的一个血糖就马上就达标，然后体重也是真的下降很多1个月8公斤我其实也没有特别使用很多很强的减重药物它只是单纯就是控制血糖而已。医师表示，生活形态医学是一种以调整生活方式来预防疾病，透过健康的饮食、运动、压力的管理、充足的睡眠、避免有害的物质、加社交互动等6大面向来强化，就会用帮助预防，甚至是治疗真侪慢性疾病。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今年特别流行元宇宙议题，连寿山公园嘛加入国家公园的元宇宙探索专案，民众只要下载 App， 就当进入虚拟空间，在任何时间甲地点都当游寿山，欣赏真特别的中日时定地形，而且3月份开始参加线定的导览，也有机会抽特色的礼品。进入国家公园的虚拟展示空间，化身小小探险家，探访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了解园区里的地质景观。其中石灰岩中的珊瑚礁形体是由古代的珊瑚礁生长而成的。可能很多民众就是没有机会亲自来到寿山，但是只要进到我们的元宇宙空间，其实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寿山国家自然公园，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形，就是高位珊瑚礁的形成的过程。有一些照片，也有影片，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一些问答，大家可以去，就是大家都可以去试看看。这是内政部推出的国家自然公园元宇宙探索专案，除了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之外，还有金门、太鲁阁、雪霸和台江加入。除了可以看到各区的展示内容之外，还有互动问答和学习单，完成之后可以抽超商礼券。建制了一个元宇宙的虚拟空间，对，那我们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也有，对，所以大家的话就是可以在 App Store 下载 GoXXR 这个软体，这个 App 之后的话，就是可以找到内政部国家公园元宇宙。另外，国家公园元宇宙空间将在3月份开始提供线上导览活动，参加线上导览活动还可以抽5个国家公园提供的特色礼品大礼包。寿山国家自然公园推出神秘魔法石和变色玻璃杯，都是非常有创意的纪念品。像我们寿山的话，推出2样很有特色的、很有创意的那个文创品。第一个的话是寿山钟乳石的变色玻璃杯。那第二个的话是寿山神秘魔法石的一个手工香皂。而如果线上探索寿山国家自然公园还不过瘾的话，园区内有4个洞穴开放探洞，只要联络好巡守员，在专业的带领之下，就可以亲身一探钟乳石洞的秘密世界。比如说，在地上它长期地下的话就是一个石笋，那在上面的话，它累积在上面就是钟乳石。那长期这样累积下来的话，可能会连贯在一起，它就变成一个石柱。或者是在我们国家自然公园管理处的官网上面看到这些合格巡守员的名单，那民众可以跟这些合格巡守员做联络。那联络完的话，这个巡守员会代替你提出申请。对，然后并且带你们进去探洞。寿山国家自然公园临近高雄市区，生态资源丰富。除了亲身探访之外，又多了线上的虚拟空间，在任何时间地点都能够畅游寿山，还可以参加特色礼品的抽奖。记者黄冠伟、赖昌邦高雄报道。感谢收看4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